估2025年 K-pop 藝人 YouTube 收入嘅頭5位。OK，好哦， specific 㗎，少少 tips 先。藝人咧係任何單位都係一個藝人。一定有阿帕茲啦，Rose 係第一，係好 make 唔 sense， surprising 啦，係唔咪？ surprise 啦，Blackpink 係好國際化啦，咁但係連歐洲其他非英語用家佢哋都有聽，一首歌就已經贏晒。橫掃啊，Blackpink 都應該有啦，因為排第3。有 IU 冇喎， Twice，冇啊！另外嗰3個咧都係 group 嚟，即係 I mean 有男全部都係女。 New Jeans 應該冇啦，因為佢哋有呢個 legal issue。Le Sserafim 冇啊，冇啦 ，Sserafim 有冇 aespa？有啊，第4，佢嗰個造型叫 Y3K 未來感。混合咗 Y2K 元素嘅 Y3K。 OK，我第一次聽過呢聽呢個個詞。 term。可以俾一個 tips 嚟，一隊咧係5個人嘅，一隊係7個人，係啦， Baby Monster 係啊，嚇真係 Baby 有 Monster。啊，第2啊， Baby Monster 原來咁揾到錢嘅， 4500萬港紙嘅 YouTube 收入。犀利。排第5嗰個咧就係5個人嘅女團嚟嘅，我想問我哋之前嗰啲片有冇提過？好似有，佢係非4大娛樂公司。哦，G Idol I think it's the same thing。 Idol，係佢哋啱啱改咗名。哦，佢係嚟自 Cube 噶嘛，好佢細間嗰間。係好細間，但係就成日話冇俾資源佢哋，作歌又係其中一個團員就幫手作晒，所有嘢都係自己做啊。